係，各位好，一與一天空開咪啊！我係一元，我隔離呢位係 Ricky。大家好。嗱，我哋兩位老友記咧坐低陪你傾下偈，我哋咧唔講咩大道理，揀啲民生事情，加翻我哋輕鬆明理。嗱，今期咧同大家開個新嘅單元，單元咧嘅名字叫做家庭關係360。咁究竟呢個課題又點樣同命理扯上關係呢？咁希望大家咧可以支持聽到最後嚇。咁我開位啦，我 Vicky。好啊。嗱，咁首先所講咧，呢個課題咧，我哋會用3集去講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帶到俾大家嘅信息咧，就係話從上世紀70年代啊，一直到我哋叫做2000年後咧，不同嘅年代嘅出世嘅人士啦，或者成長嘅人士咧，佢哋面對住咩嘅家庭環境嗱，其實包括咗我哋自己啦嚇。咁有咩變化咧？咁我哋希望透過3集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嗱，首先咧，今集咧，我哋講下咧，嗱，上世紀70年代，我哋叫成長一族啦。咁究竟佢哋面對咩嘅家庭環境咧？咁我首先咧，呢一次咧，我哋就先將我哋叫做結論先行啊。我哋就想將我哋咧，即係我哋歸納到嘅信息咧，就先話咗出嚟先。然後咧，我哋就每一個主要嘅內容咧，就再探討翻，好唔好，Vicky？好啊。嗱，咁我哋幾個有幾個特質咧，叫做咧，我哋就歸納咗嘅。嗱，喺上世紀70年代嘅成長一族咧，會面對個家庭環境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咧就係話，當時啊個家庭結構咧係以父母為主，多兄弟姊妹，咁形成一個咧個關係就係話長幼有序，尊師重道。嗱，呢個第一樣嘢啦。嗱，第二樣嘢咧，普羅當時嘅家庭咧，都係叫做平民或者叫做草根階層啦。咁所以咧，當年嘅成長嘅朋友咧，都可能面對一個物質比較貧乏，但係人同人嘅關係嘅連結咧，係反而比較親密嘅嚇。咁第三個咧，我哋會感覺到咧，就係話，嗰個社會環境啦，大家嗰個居住嘅空間咧，尤其是當時有好多嘅叫政府嘅徙置啊、廉租屋啦，咁嗰個環境咧都係比較擠迫嘅。咁但係家庭嘅關係咧，就反而咧係比較熱鬧。嚇，咁咧呢個亦都形成一個莫名嘅歸屬感。嚇，咁總括嚟講咧，我講大部分啦嚇，大部分嘅普羅家庭咧個環境咧都係比較普通嘅嚇。我唔敢話我窮字啦，都係比較普通嘅。但係咧活起嚟咧係相對比較咧係開心。嚇，咁咧就係呢個我哋歸納咗呢啲幾個因素啦。我仲要補充翻個因素，就係由於父母大部分都係要出去做嘢啊。咁所以咧佢哋忙完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咁又要有時媽媽又要煮飯啦。咁所以父母嗰個情感表達咧係相對比較內斂嘅。主要咧係用行動而代替咗説話，咁從而使到咧家庭關係咧係嚟得較為有默契嘅。咁Vicky，不如你又講下關於家庭結構方面啦。好啊，嚟我講翻家庭結構啦。普遍嚟講咧，嗰陣時就係父母就係出去做嘢多啦，咁兄弟姊妹會多喎。形成咧就係，咦？咁個關係會係點咧？我而家講下啦。咁因為咁嘅關係啦，所以嚟講父母同仔女接觸嘅時間就比較少啦，同埋佢哋承接翻傳統嗰個觀念咧，就係個表達就係收埋喺心度，父親就鬧啦，母親就打啦，所以嗰個表達就個情況就係會係咁，同埋因為兄弟姊妹多啊。佢哋有一樣嘢就係有兄弟姊妹之間嘅感情。其實 Vicky 你係講啱嘅，因為咧父母要出去做嘢啦，咁所以而家情感表達咧真係有陣時係比較直接啲嘅，用行動嚟代替説話。頭先我哋所講過啦。咁另外咧就係話每一個
好容易形成一個叫家長式管教。其實咧，你頭先所講咧，即係會係爸爸媽媽打咧，咁因為呢個咧可能係祖輩傳落嚟，即係其中一個教兒女嘅一個方法啊。咁我唔敢評論對錯啦嚇，咁但係咧就比較係容易咧係表達到佢哋當兒女有啲嘢做得唔啱嘅時候咧，一個嘅懲罰手法啦，或者叫做咁講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你提到嗰個兄弟姊妹嘅關係咧，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有好多家庭我哋都講過，父母要出去做嘢啊。咁所以咧做大家姐或者大哥嗰個咧，有一個變相嘅責任咧，就係話要幫父母咧係照顧啲細佬妹嚇。咁咧，所以咧就係變相咗成為咧就係當父母唔喺屋企嘅時候咧，大哥或者大家姐咧就有一個叫權威嘅角色嘅嚇。咁呢個權威角色咧就喺個家庭環境裏面咧，咁就隨住佢哋成長咧，就有一個叫潛移默化。咁所以咧，好容易形成一個叫做敬而不疏嘅關係啊。咁咧呢個咧係我諗當代嘅成長嘅朋友咧，應該係未必會感受到嘅。咁頭先所講嘅兄弟姊妹嗰個，由於居住個環境問題啦，會係喺一個好比較狹窄嘅空間裏面去居住啦。咁所以咧就係話每一個人咧，其實咧喺佢哋嗰個個人意識裏面咧，就會形成一個咧希望爭取到比較多嘅私人空間嘅諗法嘅嚇。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由於當時嗰個居住嘅環境條件都唔許可啊，咁所以咧呢個咧變相咗佢哋從細裏面咧喺呢一方面咧心理裏面有一個壓抑喺度㗎。咁另外我要補充一下咧，就係嗰個讀書環境啦。咁呢個讀書環境個點會同家庭環境嘅會有關係咧？咁其實咧就係話，因為當時啊，我哋喺尤其是一啲叫做老式嘅政府嘅叫做徙置屋邨啦，譬如好似石硤尾村啊、黃大仙下村呢啲咁嘅類型屋邨啦，佢哋嘅小學咧，就喺嗰個7層大廈嘅天台嚟㗎。咁變咗嚟講咧，佢哋返學咧，其實咧就喺屋企行上幾層嘅就返學㗎啦。咁所以咧就話有好多時咧就係個家姐細佬或者係阿哥妹咧，就同時間返學放學嘅。咁變咗嚟講咧，喺學校嘅所謂活動啊，或者係嘅小息時間咧，咁阿哥或者係做阿哥或者家姐嗰啲咧，都會咧係睇住啲細佬妹㗎。咁所以咧，佢哋當時嗰個上課或者上學嘅環境咧，係都直接同佢個家庭咧關係咧係連上一線嘅。咁另外咧就係話當年咧由於個教育資源都係唔係太過豐富啊，咁所以咧尤其是當時有升中試啦。咁如果係升到嘅，我印象中啦嚇，如果升到有5年讀嘅就5年讀，冇5年讀咧就可能讀完3年咧就係要出嚟社會做嘢㗎啦。咁所以咧，當年啊，如果成長嘅一族咧能夠讀書跑到出嚟嘅話咧，我哋叫做咧不是省油的燈啊，真係我哋叫做燈神嚟嘅，呢啲係嚇。咁當然啦，隨住嗰個時間咧，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應該咧就係1978年度開始咧，政府咧就係將嗰個升中試咧就轉為一個叫做小6嘅學能測驗啦。咁配套一個叫中三淘汰試啊。咁呢度咧就好少少嘅，即係話咧，如果中三你係順利能夠過渡咗嗰個中三淘汰試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可以讀到中5嘅。咁但係咧都係啦，因為嗰個時代嚟講咧，應該係得2間大學嘅啫。咁專上學院係有理工啦嚇，有浸會啦咁樣樣。但係畢竟嚟講咧，嗰個教育條件咧，比起現在嚟講咧係都有一段嘅距離嘅。咁所以咧
隨住佢哋教育啦、文化方面啦，或者個居住環境啊、物質方面咧，咁咧就係佢哋會將呢一啲嘅所謂嘅點點滴滴咧，就帶翻屋企嘅。咁喺情緒上咧，或者思維上咧，咁喺個家庭裏面咧，就產生一種好特別嘅化學反應。咁譬如話阿哥讀書叻啲嘅，阿妹就讀書渣啲嘅，咁或者係細佬咧讀書學校咧又調皮啲嘅，咁翻到屋企咧都會咧係經常係作為一個茶餘飯後啦，就唔好話攻擊啦。咁啊變咗嚟講咧，喺嗰個家庭裏面咧嘅開展嘅話題咧，有陣時咧就係有陣時火藥味重啲，但係其實嚟講咧係另外一種關懷嚟嘅。嚇，同唔同意啊，Vicky？同意啊。同時俾我覺得咧，形成一個風氣就係唔讀書就冇出路啦。冇錯啊！嗱，因為當時咧因為當時嗰個年代咧。70年代成長嘅一群咧，佢哋嘅父母咧，佢哋嘅父母啊，有部分咧，我相信咧，教育水平咧都唔一定咁高嘅，甚至乎咧有啲咧係從國內咧係叫做移民，即係叫走落嚟香港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喺佢哋嘅心目中裏面咧，就係或多或少啦嚇，都希望咧係望子成龍或者望女成鳳啊嚇，希望係可以令到即係俾到佢哋一啲嘅讀書嘅資源。咁所以咧嚟講喺個家庭關係嚟講咧，即係頭先 Ricky 講得啱啦，即係讀到書嘅話咧，呢啲子女咧喺家庭裏面咧嗰個地位咧，係會比較高啲，呢個係有機會或者咁講咧，有機會見到，因為我自己係見唔到啦。點解咧？因為我讀書嘅時候咧，基本上得我一個人，即係屋企得一個人讀嘅啫。咁我托賴，咁我個成績咧就一直都唔需要屋企擔心嘅。咁但係我都係屋村長大嘅一個普通平民嚇。咁阿 Vicky 呢度有咩仲有咩補充啊？有少少啦，就係當時嘅家庭觀念應該咧就係會服從長輩同埋孝順長輩啦。咁形成咧大家覺得父母供養父母咧就係仔女嘅責任啦。都係啊，因為喺我哋個年代咧就係嗰個感受咧就係比較濃烈一啲嘅，即係話咧就係睇住爸爸媽媽出去好辛苦咁樣做嘢翻嚟咧，咁嗱亦都好現實地講啦，亦都見到咧就係有一啲譬如話自己知道屋企多兄弟姊妹啊，尤其是大哥啊或者係二家姐呢啲咧，咁佢哋寧願犧牲自己嗰個讀書機會咧，就提早出嚟社會做嘢咧，就係幫補屋企嘅家計嘅。咁所以呢個家庭關係咧，就嚟得咧就更加複雜而微妙啦。即係話除咗父母之外咧，即係阿哥家姐咧對屋企裏面嘅貢獻咧，有陣時嗰個啲細佬妹咧都會即係記住喺個心頭裡面㗎。咁冇頭先 Vicky 所講話，孝順父母或者係供養翻父母之外咧，即係對於所謂啲哥哥姐姐咧，即係都係真係喺個心裏面係非常尊重嘅嚇。即係佢覺得咧自己能夠有機會繼續學業咧，甚至乎有陣時係哥哥姐姐幫手交學費啦咁樣樣啦。咁呢個咧情懷咧係值得提一提嘅，Vicky呢一點講得非常之好啊。係啊。咁其實嚟講，70年代同風水有冇關係啊？嗱，應該咁講啦。上世紀70年代成長嘅一族咧，都係喺上世紀啦。中原陸運裡面咧係成長嘅嚇。咁中原陸運咧，其實之前都介紹過啦，係我哋香港經濟咧係踏入起飛階段嘅一個頭段嚟啦，應該咁講啦嚇。咁好多實業啊，好多嘅各行各業咧係慢慢興起嘅。咁所以咧好多家長啊，或者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啲哥哥姐姐啊，早啲出嚟做嘢嗰啲咧，都係喺工廠上班嘅。但係呢一集咧，反而咧我就係想用咧一個八字去趣味性咁講一講咧。咁我會覺得係一個叫做比劫重重嘅大家庭嘅。咩叫比劫重重咧？
比劫者咧就係講緊代表兄弟姊妹同輩啊，嚇咁因為咧就係比劫多係代表咩咧？兄弟姊妹多，喂兄弟姊妹多係代表乜嘢啊？就多人爭餅仔啦，多人爭玩具啦，咁所以競爭咧係平常事啊，嚇而比劫咧亦都代表咩啊？我哋同輩啦，同輩即係同學仔啦，或者叫親密戰友啦。咩叫親密戰友啊？就係大家喺一個我哋叫做平民普羅百姓嘅生活環境裏面，一齊喺屋村裏面捱過嘅日子啦，嚇咁所以咧個感情咧係嚟得比較特別嘅，嚇咁譬如話係一齊放學，一齊翻學，翻到屋企食完飯又一齊喺個冷巷裏邊一齊，而家叫吹水啦，嚇咁我哋傾偈啦，拍下公仔紙啊，打下波子咁啦，呢啲戰友咧，呢啲嘅友情咧，的確咧嚟講咧係而家諗翻起都比較回味嘅。咁另外咧就係話，由於比劫多啊，比劫係頭先講過啦，係有機會係競爭嘅爭嘢，咁所以咧喂打交係平常事啊，打下拳頭交嚇，咁呢頭打完交，聽日又攬住又一齊玩㗎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嗰個成長嘅一個趣事嚟嘅。咁咧同埋咧就係話比劫多咧，咁但係咧。通常咧有機會見到咧，喺個八字裏面咧，年柱咧，如果係帶到一啲權威嘅星坐鎮，我哋叫坐鎮啦。譬如話官殺，咩叫官殺咧？正官七殺啦。坐鎮嘅話咧，即係代表咩？祖輩嚇。但咩叫祖輩咧？有陣時咧，屋企裏面除咗爸爸媽媽之外咧，都可能有上個祖輩咧，譬如阿爺阿嫲咁啦，幫手睇啲細路啦。咁咧就比較係威嚴啊，管教係更加家長式嘅。咁即係咩話？喂，唔準駁嘴啊，駁嘴就打手板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咧就喺另外咧就係我哋留意個月柱啦。如果月柱裏面嚟講咧係有父母星咧，我哋偏財或者正印星咧，咁咧就係有機會咧就係話咧就係父母咧都係能夠喺屋企裏面咧係擔當一個咧。係好明顯嘅角色㗎，咁但係話八字裏面咧，亦都會有機會咧，就係話父母星咧係藏喺地支裏面嘅，咁即係話咧父母星藏喺地支，唔係代表父母成日瞓覺，唔係咁解，而係咧佢個關懷咧，往往咧喺個心裏面啊，就唔擺出口嘅嚇，唔擺出口嘅。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其實亦都咁講啦，上一代好多嘅家長父母咧都係即係我哋頭先都一開始咁講啦，就係嗰個比較係內斂嘅，唔係話識得咁好似啲外國人咁仔女我愛你咁，唔會嘅。喺我哋中國人嘅社會裏面，我都未聽過啦嚇咁樣樣。咁咧所以咧就係我哋會覺得咧70年代成長嘅一族咧，佢有佢個福氣嘅。咁另外都要補充翻咧，就係話如果喺個八字裏面咧，我又講啦，因為比劫咧就生相食嘅，咁咧就係話，如果個命底八字裏面啊係有相食透干通根嘅話咧，咁呢一個嘅家庭成員咧嚇，佢讀書理論上咧，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嚇，咁當然啦，講明啦就係相食係要喜用神啦嚇咁樣樣，咁咧就嗱呢個其實成長一族咧喺個上世紀70年代裏面咧，即係經歷咗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年代嘅，佢有少少叫承上接下啦，咁點樣為之接下咧？咁我留意啦，我哋下一兩集咧就再講。好啊！如果大家對今集有興趣嘅，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咯喎。都係嗰句，有啲乜嘢課題啱聽、想聽，隨時留言俾我哋，我哋盡量滿足大家。今集嘅時間到此為止，好，拜拜。